接下來帶大家來看一群退休的人增加部隊戲團。屏東縣嘉平係客家部隊戲團，係19位桃園65歲嘅阿公阿婆之內。因為唔是名個部隊戲，也難免感覺講冇基礎嘅，也冇後生嘅按二頭嘅。唔過因為到禮拜六會練咯，成禮拜日人按叫奈路去做戲，因為呢戲出按到6隊風雲，係對一個主意歸事件改變呢，講嘅係6隊一個名嘅用嚟來嘅。一個唔係正樣被客家部隊戲團，也看得出一群阿公阿婆推展客家文化嘅認真同熱情。南台灣寒天下晝4頭，小暖呢一條下，民農客家文化館頭前草坪上，一群桃園65歲嘅阿公阿婆，七手八腳整體到舞台。無限嘅好久誒，原來一定係愛搭做舞台戲嘅戲棚。我這個12公分，我放，OK，是吧？沒有，不是過來一點。嘉平係客家部隊戲團正式演出，睇數下錯為幾多人，新人呢看呢個日本沙沙納到個聽。人哋睇高雄做係下組場，啱冇時頭行愛趕鬼屏東呢配戲做。苗坪頭前鑼鼓鏗鏗鏘鏘，鬧熱的戲鼓誒，按到向前來看。幾出戲都講下，台下嘅客家鄉親看到有來有去。很好看呢，用來好看啊！哎呦，表演得很好啊，表演得夠鬧啊！以前是有看過啦，但是目前佢過少啊，哎呀，quite難得啦，quite感動啦。我這個就是希望兩個都咁quite困難咯。而家呢，要10萬多人嗬，真是quite難得啦。嘉平係客家部隊戲團，其實唔係正入嘅部隊戲團，係14個退休嘅阿公阿婆之內，一禮拜其中1拜來練。團員做得講，搭3年就唔是學過部隊戲，按農人講嘅數字愛改成法，一條團員就討談數字改唱唔係似咖啡，個難上按樣嘅弄就樣嘅弄。哦，我學也係部隊戲哈，我記得都講先到那樣嘅李志山，啊李志山係我哋呢6隊地杯嘅台總理啦哈，佢是學嘅時節都講他都也通作啦，哈，都講也數嘅通作，好吧，唔多曉得，哈，尤其像今個按你拿時間，一長位壞嘅，所以用個可能數嘅問題，哈，唔拿長啊嘛啦，數字唔拿長，所以拿長嘅時間會壞一片。呢啲數嗬唔會淡化，我哋平常嘅數啊，我哋硬定定嘅，依啲數落去師傅數啊，嗰樣啊，哦，將地不演呢就一托三夫嘅時，啲數一叫出嚟。哦，叫100張啊，數要準到嘅嗬，咪叫冇乜出嚟嗬。後尾講人數一變個電腦個出來嘅，結果呢，我哋要為迄個，所以規通練習嘛，練嚟清就難曉得。頭1擺公演嘅戲出6隊風雲係對歷史故事改編來嘅，講嘅係抗擊60年嘅朱一貴事件，驗證朱一貴屯土軍營鬧假法，朱一貴派兵圍挾客家莊而討伊嘅。客家莊真嘅民兵派李七三來做太總理，後趕得做副總理，來保護家鄉，團結大洋朱一貴，用部隊戲來講出，讓嘅會有6隊。我哋嘉平係一個文化工作協會，我哋對
客家的部隊一出到喺南部陸隊啊，就冇看到呀團體嘅演出。嗰時我哋都好有啲經驗，嗰時我哋都有一叫上講啊，我哋都要來出發，請老師傅來教我哋前場、後場，他可以用我哋家鄉係嘅團員、飛人啊，他可以來向我來努力，用客話來發言嘅部隊戲，用四川話來講嘅啦。希望係尼普國小退休校長來召開社會，而對歷史資料改寫做基本，是唔係上嘅按改式咯。尤其部隊戲哦，像金剛花當然用唔係看啦，仲可以有一個武打戲嚟嘅吼，突然之間規個畫面講嚟看嚟嗰種個鬧嘅樣嘅吼，嗰所至於他嘅問題都潛在嘅東西吼，加一啲黐咪落去啊吼，一個頭那溝通啦，也都編劇啲杯個麻煩嘅。有人講無曲唱唔上去，嗰所後場咪愛有鑼鼓嚴康來批，只唔過此時就對部隊戲無乜嘅檢調嘅阿姨，學起來真勁改實力。因為人對音樂講起來嘛是安尼拍曬白痴，咪擺嘛被老師刁，又唔對打呢，有時咪要打岔嘛，從頭因為人哋係看幾句誒，看幾白句啊。響鼓啊，我們要看那個響鼓，響鼓用來打，有邊個啲鼓嘅中間呢，兩支嘅我哋都愛打，一支嘅唔是打，反正都愛配合嘅。因為我們是第一次學，剛開始不是鼓爆調嘛，就是那個跟不上，然後嗰度間嘅節拍因為那個布袋戲的那個節拍，我們完全都不懂，不是像。雖然是以跟嘛個呀，好音樂時有哆來咪這樣子，可是那個節拍感覺就是不一樣。哎，這一支，這個一支，比較較看得較深色啦。你們試過沒有？這會使個變，無啦，無，安尼啊，比起來，手看過。是到按到4月將來學部隊戲無基礎，數腳少少唔成分。我教委先生仲係鼓勵亞到11歲好4月老學生誒。他們是不是職業團體？他們是業餘的，又是年齡這麼多的老一輩人學習，真的，所以這樣已經算不錯的了。可以到外面演，這樣算有膽量出來演，算不錯的。一禮拜一擺嘛，你今仔日甲教講啊，怎麼咧做 A， 後禮拜來買去一人。因為究竟伊毋是有這種業的，這是學一種藝術，藝術伊有當看聽到也毋捌聽過咧，看捌看，伊才有咧注意這，所以這介深色啦。雖然唔係正入嘅戲團，唔過也條沙期嘅阿伯公阿伯婆，3萬認真嘅練嘅年人，總算團辛苦練出來嘅成果展現出來。唔單止退休生活變得韓國豐富嘅，每團客家部隊戲嘅文化推展出來。